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Edwin。今日係11月28號，作跳時間係朝頭早10點至到晏晝5點。我喺觀塘搭13號 D，直接去到朗晴灣落車。今日好慶幸遇到火點獵人首光達人同我一齊作釣。Hello， 追文呢度。黃色千友，一蝦一板。我自己覺得撈粉嘅時間喺個碎蝦嘅係最高興、最開心、最治癒嘅時間。搞掂！今日用4B 公之蠔浮標。都係用拖羅文搞啦。同埋用1.5號拖羅文竿。3號指線。首名入球，首名入球都係火點，火點達人真係冇改錯名。第一次嘗試喺側身拍低釣魚成個過程，務求可以喺條片嗰度嘅內容豐富啲。可惜日水都係好多大量魚毛化理。滿有自信，開住先動嘅，因為咧就係咁㗎，唔係啊。跟住你唔帶撈機咧，佢就會中大魚啊。咁樣嚟啦。帶撈機咧就唔中魚啊。係咁啊。我成日都係咁。啲人話開定撈機殺氣太大啊。OK， 繼續。
我都中。又係大泥鯭。玩。我今日淨係條泥鯭線係咁。淨係條泥鯭線。魚仔。青記。有魚。係大量魚好化你，哎呀搞唔掂啊！又有個框彈出嚟，哦！有框彈出嚟，即係錄唔到啦，又由佢啦咁。好多魚仔啊！好多魚仔化你。魚仔化你，唉。哦，係咯。哦，原來手機冇咗 RAM，所以拍唔到。前記，前記。問得咁快啊！魚仔。青記。青記。雞泡。最後都中返條 BB 鴨，叫做唔使龜啦。
水。黎灣正經唔啦，魚啊，好大。一兩條費事啦。係啊，如果有5、6條嘅，有5、6條都可以食得一餐，都幾大條。哦，係喎，鴨喎，呢條咩鴨啊？絲鴨啊？絲鴨係咯，唔係黃色嚟，差唔多啦。好，鴨仔咯。大黎灣。得啊，呢隻順都算大啦呢條。係咯，放啦。我啦，我唔要啦，你條石松堆唔要係嘛？唔要啦，得一條。雖然個 size 幾靚，係嘛 OK 啊，呢個 size。就攞翻去劏咗佢啦。唉，算啦，得一條冇啦，拜拜。唔影咗啦，頭頂影緊啊係。倒埋去啦，係咯。 OK 啦嘛？啊 OK 啊。鴨仔，個手板大。係。哇！啲青機都幾大。起碼冇龜到咯。開心有一天。打亂收工。多謝大家收睇我嘅頻道，歡迎留言，下次見，拜拜。